车通票的。跟免带啊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，我们怎么保护自己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主要通过打喷嚏、咳嗽等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，常见发热、乏力、干咳、气促、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。人群对该病毒普遍缺乏免疫力，已知该病毒具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能力。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，请大家做好以下措施：一、避免外出，不去疫情高发区，不要外出和聚会，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。二、常戴口罩，必须外出时请戴口罩，可使用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，口罩湿了应及时更换。三、经常洗手。外出回家，饭前便后，护理病人、抚触动物后，要用肥皂、洗手液和流水彻底洗手。如无洗手设施，可用纸巾擦拭明显污物后，用免洗洗手液或消毒湿巾等清洁用品代替。回家后尽快洗手。四、不碰野味，不接触和食用野生动物，避免与牲畜接触。处理生食和熟食等切菜板、刀具和存放用具要分开。处理生食和熟食之间要洗手。食物煮熟煮透，尤其是肉类、蛋类，要彻底煮熟后食用。五、良好习惯，不随地吐痰，咳嗽和打喷嚏时使用纸巾或曲肘遮掩口鼻。六、开窗通风，保持环境整洁，室内勤通风，每日至少开窗通风2次，
每次10至15分钟。7. 增强免疫，合理营养，戒烟限酒，适量运动，心理平衡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8. 科学就医，如有发热、呼吸道感染症状，请及时到当地医疗机构发热。